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我们之前花了一系列的单集当中呢，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许多编曲的形态。我们从一开始我们跟大家介绍在90年代用 MIDI 编曲，那主要是 keyboard 手呢，我们介绍过了涂慧源老师、涂颖老师，那其实我们还让大家从那个过程里面，那个属于自己手工的年代，去听听每一个人手工出来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色。那中间呢，我们也穿插了用AI 做音乐的这个单元，然后这个细节，让大家知道现在用 AI 做音乐可以发生什么事。事实上呢，用 AI 做音乐正在用一种极为快速的方式，极为可怕的方式发展着。大概每隔一小段时间，事情就有改变了。那未来也许是我们都是音乐的制作人，然后呢，我们指挥 AI 做音乐。那什么东西会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你的手。你的双手。为什么呢？假设未来的我相信好的 player 会越来越少，因为不需要嘛。于是呢，有鲜明音乐个性、技术高超、有属于自己温度的音乐的乐手们呢 player 就显得更加的珍贵而重要。这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的手呢是非常的值钱的。因为呢虽然 AI 可以从它的仓储里面做出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些东西也都很华丽，也都很棒，很精彩。但是呢有一些有机的料理呢，还是只有手工可以做得出来的。这将是未来时代精彩的走向。然后呢，在之前几集我们也花了时间从live 的编曲，从台语老歌的角度让大家听听live 的编曲跟 MIDI 的编曲在心情上，在听觉上有什么不一样，差异有什么不一样。同时我们也透过杨三郎老师的作品呢，让大家来认识以前的台语老歌的一些面向和故事。这一集节目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介绍编曲。在编曲的系列里面呢，编曲人有好多类。除了之前或者是大多人认为好像做编曲的人 keyboard 都要很好，是的，大多可能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它可能需要很丰富的和声啊、配器啊等等等。但是又有另外一款人呢，他们是他本身未必有学习如此好的乐理，或者他本身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演奏人，他未必是一个很会演奏乐器的人。可是呢他们很会操作电脑，于是在这个许多曲样生成就可以完成音乐的时候呢，他们用电子合成器还有曲样玩出许多不一样的音乐的样子。对他们来说，那很像在堆积木。那这件事情呢，留在未来我再跟大家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有另外一种编曲人，他本身呢反而很强大的是吉他。于是呢吉他成为了他最重要的乐器。不管是一把吉他来做编曲，或者是好几把的吉他来做编曲，或者是呢吉他呢搭上一些其他的乐器或其他的声响来做编曲。总之呢，吉他手的编曲样貌和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两个世界。那比较起来，我还蛮佩服，非常的尊敬吉他手。keyboard 手键盘上面有88个键，可以产生好多好多的声音。那但是呢，吉他呢只有6条弦，却可以发出丰富而精彩的这个和弦的声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位编曲人，他叫黄中岳。
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这一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是张学友的经典作品。而这一首歌呢，从头到尾也就这样，一把木吉他，光是一把木吉他就足以让一首歌变得精彩可及哦。之前我们会讲，在很多的编曲里面呢，可能前面会留下给我们一些好听的旋律。前奏就会给我们一些好听的旋律，可能是这首歌的影子，那可能是另外升起一段旋律，来让大家对于后面的歌产生记忆。好，那这在吉他手的世界里面的吉他编曲的世界呢，常常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一种方法，但他们更多时候他是创造一个空间给你。这一首歌从头到尾，黄中岳歌只用的一把木吉他，我们再重新听一下前奏，光是前奏就有很精彩的画面感给你，虽然没有给你特别的旋律，但画面感足以让你感动。中乐的编曲常常会有这种很流畅的前奏出现，很好听的前奏出现，不管是在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当中，或者是他另外还有一首很精彩的作品是王菲的作品，叫做玄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你也可以听听看玄木，一样是用木吉他，那前奏一样没有特别美丽的旋律，但是就有够精彩的齁。另外呢，在蔡健雅的作品里面，还有戴佩妮，中乐也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作品。黄中岳很习惯呢用流畅的木吉他或电吉他，加上一些效果器来完成编曲。我们再听一段。嘿嘿嘿，陪人们流泪，有没有听到他反复着前奏？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他的间奏非常的简单，他就反复的前奏的最后几句。那也许你不会觉得你有留下任何的记录，可是在你的听觉记忆上呢，其实你已经在你的大脑里面留下了记录。怎么说呢？虽然你没有觉得你记得什么，可是呢，反复力量大在创作的世界里，或者是在编曲的世界里面，反复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它会让你隐隐约约的就留下了记录。那这里面呢，歌手也就变成了拥有很足够的空间，当一把吉他的时候，他要能够完全的说这个故事，所以他也可以加入很多自己的和声。比如说，我们来听。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这是歌者自己 solo， 但是来终于第二把吉他出现了，又反复到我唱的他心醉，我唱的他心碎，在33岁真爱那么珍贵。你只听到很多的和声在后面跟吉他呼应着，然后呢，把大多的空间我们留给了歌者，这就会让音乐的张力变得更加的强大。谁在远走高飞？我唱的他心醉，我唱的他心碎，
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如果你是戴着耳机的话，你会发现有另外一把吉他终于出现，但它弹的量很少，它一直在做点缀以及附和的动作。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吉他真美，对不对？另外呢，那个董运昌老师有一个作品叫《双手的温柔》也有一曲同工之妙，那个是在江美琪的作品里面，也是就是一把吉他这样子那个中岳呢，用这样一把吉他、一把木吉他的方式呢的作品，其实是很多人很爱的那木吉他本身只有6条弦，然后也就是几个把位它能够创造的空间和声响，有一种云雾缥缈感，有一种行云流水感，跟键盘那种可以宽广无限延伸，然后就是枝枝节节走了好多条路，然后再走回来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除此之外，其实它也可以创造很多的声响，譬如接下来这首歌，这是我的作品，它叫《耳朵带我去旅行》那张专辑里面的叫《少年格马兰》，听。我想让大家再听一次前奏这个前奏呢，一开始你会听到的这个火车进站的声音，然后呢，大家如果你发挥一点巧思，你会听到一把木吉他，然后它模仿着那个平交道那个叮叮叮叮叮的声音，那个泛音，它用泛音来模仿那样子的影子，然后它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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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模仿那种火车慢慢行进的感觉，这用一把吉他来完成只用钢琴呢点缀了一个旋律它会点缀的是直接引用了歌的旋律，用钢琴来弹一段引用的歌的旋律作为前奏。那我们来听听看，然后我们再听一次前奏，然后我们往下听下去。我们从火车开始，木吉他泛音很像在平交道，搭配着火车的 feel， 平交道又来了思念彼个人，梦中双人对唱，彼首丢丢动，唱到如今犹原拢相共。各位可以听到他用少少的一个电在后面一个配的声音来呼应一种情绪的长椅，然后远远的大提琴来跟着对话哈。车行过崩坑，亮地水残，细汉时阵是我出现了一个电吉他躲在后面。我偷偷希望，千年万年同款嘛会流传。海也老地
电吉他变成了一则竹秀。各位可以听到这个电吉他的出现变得突然非常非常的亮眼，对不对然后呢，它的衬色跟它对话的依然是那一把大提琴，然后背后偶尔呢喂过去的声音，又有点像风声，又有点像这个风吹过稻穗，在南洋平原上这样整个飘过去，你就会觉得那个有一种风景感，有画面感的感觉，对不对？好，这个操作我刚刚说过的，在吉他的编曲里面，有时候不一定给你很精彩的旋律，但是呢，它给你一些很好的颜色，尤其是中乐的这一段 solo 的电吉他呢，可以给你有一种很多精彩的画面的。我们再听一次这个间奏的感觉来一个很肉感的。底下还垫着一台小小的淡淡的钢琴，等一下再告诉你这钢琴的故事。我偷偷下关，千年万年，同款嘛会流传。车行过崩坑，风又吹起了稻穗。时阵是我世外的桃源，我心中的梦，夜夜流乱。心所爱的宜兰，海呀落地海，海呀落地海。一旦残远变边地，白莲是无底的杯。虚拟的火车，平交道又来了。OK， 这一首歌是我的作品，它叫《少年格马兰》收录在《耳朵带我去旅行》的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个小故事呢，是当时中乐在帮我编这首歌的时候，有搞到偷我的钢琴的 MIDI 档，因为我们都会先做一个rough 做一个 demo 给编曲人听嘛那中乐当时有跟我要我这个 MIDI 档，然后出来以后他就让事情长成这样就是说他让我的钢琴他拿来操作，然后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把它变成了底下一个美丽的衬色。那这首歌其实它出自于我最早的演奏曲，我的演奏曲当中等一下在 ending 的时候我可以放这首演奏曲，这是由演奏曲然后填上歌词以后所改编的这样。我们继续回头来看你看黄中岳用这个木吉他，他创造出了这样子的声响，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棒的清新感，然后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呢又让歌者也很有办法说故事特别讲一下刚刚那一首歌当中的这个女生的演唱人呢，就是我们节目每个月的第一周的介绍音乐给大家 Jasmine 小姐好，那中乐除了这个木吉他的编曲以外呢，你也不要认为它只有这一款没有，都不是都只有这种清新款的，它也有那种电吉他，然后玩得很刺激的。这一首歌是孙燕姿的《零缺点》，你可以听听看。也许他早已过了最高点。好，
我们听一下吼，我们听到这里，你就会觉得哇，这也是一款吼很好玩，对不对吼？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吼，这个吉他手会用很多。我刚刚讲过，他们手上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吉他。我们再听一次，你听到叮叮刚刚底下有一个声音，在前奏的时候呢，也是电吉他造成的哈。然后一个将那个刷扣的声音是木吉他。然后呢，进歌以后也是木吉他为刷的主要的和弦，但它电吉他会偶尔来一下将，你就那个装就是很好的颜色。我们再听一次前奏哦。好，木吉他、电吉他。高的是电吉他，木吉他来了，好，留给鼓跟木吉他，来，有没有听到刚一声的电吉他？最近的生活方式太无聊，我和你的世界就像一条跑无线，也许它早已过了。你看到只有鼓、木吉他和贝斯就够精彩了，再来呢？他加入了一把电吉他在耳机的另外一边。来，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电吉他和另外一把刷扣的木吉他完全保留着。你的耳朵够好，一定要嘎嘎嘎嘎嘎嘎嘎。如果你是戴着耳机，你会听到有一边的电吉他非常非常的精彩，一直在刷的刚刚嘎嘎很精彩的花样，但是不大声。好，各位，你们听到这是一段很精彩的 solo， 而且这个排列组合非常的可爱有趣，非常的让人惊艳哈。先木吉他，然后呢木吉他跟贝斯，然后呢接着电吉他就冲出来，来一段很精彩的旋律，接着呢人声跟和声和电吉他相互堆叠，有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声响吼？哦，这个在吉他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会听得很嗨，很有感觉。我们再听一次。来，这里哦。我要你领决电吉他，原来的旋律还在。非常精彩，对不对？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想你已经听出来了，它的那个整个结构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非常的嗨，对不对？哈，好，更嗨的，我再跟你介绍一首黄中岳，在黄飞
台语歌当中呢，重新编有一首布袋戏歌，叫做《爱的脚步声》当中呢，哦，这要更较刺激，要更较嗨来。克林顿的木吉他，电吉他。非常精彩，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他从一开始在铺陈，一直在铺陈一个很精彩的前奏，一点一滴的有那种卡波声由远而近的感觉。我们再听一次哦，然后他会重复一段旋律，哒滴哒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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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像那个卡波声有点慌张，有点急促吼。哎，卡波声嘛，总是安内来，我们再一次哦。全都是电吉他，歌手出场了哦。大风雨的声，拍锁了琴声，醉人的歌声标出着心声，哀怨的水流声，震动的脚步声。我想你有听到电吉他的 drum drum， 然后听到他用 organ 在后面，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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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一直反复，然后电吉他就 run run， 然后他用一种复杂的节奏来踹一种那种慌张紧张的卡波声。那接下来呢？他乡小路可怜的小步影，有一点 shuffle 的间奏，还有你看中乐很喜欢的手法，又回到了最前面的动机，重复力量大。你可以听到他那个一直留着，但他用另外 distortion 来了一段精彩的小小的 bridge 的过门的间奏，好，但他一直保留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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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但他前面那个反复的动机依然留着，让你感觉到那种卡波声如何的。一直在你心里缠绕着那个卡波声，一直存在着哦。这是黄中岳我有观察他很爱做的一种手法，而且呢，这种手法呢很有效果性。那我们在和声进来以后。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
第二次副歌完以后的这个动机呢，它跟前面就有所改变，它先来一段很精彩的 solo， 最后呢才又回到了那个它最前面的动机，噔，但是呢，他把它第一次间奏的哒哒哒，再拿来重复使用了，给你听听看。我们再听一下来，你听哦，如此精彩的。反复回来，经由我这么一解释，你会不会觉得哇，好精彩哦？整个编曲变成了一场精彩的故事。如果我让你单听卡拉来听整个编曲，然后经由我刚才的解说，你把我跟你讲的事情消化进去之后啊，你应该会觉得这整个音乐好精彩哦。对，这是属于这种用吉他编曲出来的另一种好的效果哦。那它尾奏又怎么做呢？我们来感觉看看哈。这个爱的卡步声变做你来用耳机听，只在一边，然后呢，它就慢慢的走远吼，有没有觉得非常好玩呢？我觉得每次自己在介绍编曲，然后也听他们的这些精彩的创作的时候啊，我都觉得超级有意思的。我每次啊，只要想说，他的吉他就是这样少少的把位，居然可以创造出如此精彩的画面，真的是赞叹哦，真的是只有赞叹可言。好，我希望你喜欢我这一集为你介绍的用吉他角度出发的编曲，这是另一种声响。然后呢，为你介绍的编曲人代表是黄中岳，他也入围多次的这个金曲奖的编曲。那么我刚刚讲说我的那一首《少年噶玛兰》，它出自于我的演奏曲，叫做《月光下的芦苇》那是武雄老师在帮我填上词，然后呢，在我的耳朵带我去旅行的专辑当中，然后跟我一起演唱的是 Jasmine OK， 那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然后也祝大家平安。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你可以留言给我或跟我分享你的感觉，你也可以私讯给我。那当然，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邀请你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也邀请你在你的收听平台上面帮我按评分5颗星。我们下一个单集再会。